403的花莲大地震，苏花公路断去，当地农产嘛拢运袂出去，就爱驶过地震，才有材料送来到西半部。即马除了农业部有增加运费的补贴，针对有种西瓜农民去大盘下介绍，新北农会嘛答应要到收，帮助农民渡过难关。 为暖暖纸箱啊提出新鲜的蔬菜，新城的农民郑秋雄为着要来台北卖农产品，前一暗就为花莲出发。苏花公路管制，农产品运送更较困难。伊讲地震摇袂停，心拢压力真大。哦，每天的话真的，一听到地震的话，压力真的人只要摇这样。受限苏花管制，花莲农产品大多爱踅南回往北部送，路途有500-600公里遮尔远。农业部除了提悬运费补贴，将对小农栽培成本提悬，逐件上悬补助55块。就是从1.3元，那我们现在这一次也特别提高，变成3.3元。花莲地区很多小农他是有自己栽培的体系，我们对于栽培的这个包装的运费、农渔畜也都有相关的补助。 最近有花莲西瓜农民面对反压来买，介绍直接放台半。花莲县农会表示，交通断去加上2-3月温度剧烈变化，确实造成部分个避开。希望反压唔通太遐凶，或者是消费者直接向农会体系来买。农民说实在，他也是花了大半年在 培育这批西瓜，那也是希望盘商可以酌量减价就好了，不要杀得这么狠。第一时间就联络产地农会，只要农民被砍的，我们全部北部这边全部收来协助，不要让农民牺牲。 新北市人口侪，农会展现大力帮忙花莲农民的行动。下早伫台北希望广场特别举办义卖活动。新北市农会嘛承诺，伫电商佮实体通路协助行销，呼吁消费者做伙来支持。记者林俊文、夏基文台北报道。